到底一間 Starbucks 可以玩到幾盡？哇！今日去到春村啊，呢間 Starbucks Reserve 一打開到門，見到嘅就係一個一望無際嘅湖景。咁 Reserve 咧就係 Starbucks 旗下嘅高端品牌嚟嘅，佢專注於搜羅全球稀有風味嘅咖啡豆啦，同埋提供一般門市唔會有嘅精緻咖啡嘅。佢除咗咧揾到最新系列嘅杯之外，佢仲可以揾到咧而家成個首爾都揾唔到嘅櫻花系列，呢度都齊晒款，仲會有一個每一間 store 都獨有嘅款式。咁當然啦 ，Reserve 以黑金為主嘅系列都會喺呢度揾到啊。咁呢間樓高4層 Reserve 到底有咩特別呢？就係、哇！佢提供咗一個室內望住湖景嘅位置俾你睇日落，而佢成個空間咧都 cross over 有多菲亞尼嘅喇叭，等你沉浸式咁睇住呢個湖景。唔好講笑，買杯咖啡真係可以坐成日。想知喺邊？follow留言 share 位置俾你。